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。至于你为什么在这儿，请你好好的回想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然后用羞愧的眼神看着我吧。我喝多了。那我的衣服是你帮我换的？要不然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吐的有多恶心？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换洗好，在外面晒着呢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换我衣服？谁让你干嘛呀你？尤儿琪，给我开门！尤儿琪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开门！开门！让开门！谁叫门？我经纪人啊。你别让他进来！为什么？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我们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楚啊！快去！不看是吧？行，我告诉你，我他好像有腰伤啊！尤儿琪，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啊？尤儿琪，你给我出来！别打我！喂，你更年期啊？你好端端的翻我床干嘛？是我床卫生间啊！喂，我说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干。闭嘴！你是不是带了个姑娘回来啊？什么姑娘？不知道。就算你没带姑娘回来，能不能有爱豆觉悟？我保持我帅气的面庞还不够有觉悟吗？尤志奇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又上热搜了？上热搜，有什么稀罕的吗？是，但你今天的热搜让我意想不到的稀奇。自己看。这拍照技术也是难为你能认出来。不止我能认出你，全国人都认出你。好在没认出这姑娘。你跟我说，这姑娘到底谁啊？她……你们继续。不是吧？挂断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听东东跟我说，昨晚右之奇也没回来，他们也被宿管抓了。右之奇也没回来。我看我们报警吧。哎，别，程明跟右之奇在一起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。要是出事儿的话，就上热搜了。上热搜了啊！右之奇竟然深夜与不明女子一同就餐后离开，什么时候爆出来的？这不就是程明吗？怎么什么好事都落他头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和右之奇传绯闻，全网都知道他了呀。好啦，程明肯定不是故意的，肯定有什么误会吧？这还误会？都这样了，他昨天晚上没回来，他俩说不定去干嘛。行了你，现在最起码知道程明跟右之奇在一起，说明他人没事儿。刚刚我觉得是我脑子抽了，看来真是错了。照你比我还差远了呢。哎，你怎么想的？把人姑娘往家里带，你是觉得这里安全吗？你就是带去酒店都比这儿强，我还能着不着吧？麻烦把你脑子里面龌龊的东西收一收好不好？你以为别人就不会这么想吗？
怀疑你是不是跟人姑娘有仇啊？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桃色新闻舆论攻击对象大多数都是女孩子吗？你说的是会攻击他？你觉得呢？你是第一天进圈吗？你去看看微博底下的评论。这些话呀，我本来不想跟你说。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格喜欢任何一个女孩，你保护不了人家。对不起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跟你没关系。微博的事情，你处理一下，我先跟他去上学了。对不起啊，悠悠姐，这件事都是我喝醉了才搞成这样，你千万别怪悠之琪。小刘，你把车子开到公司底下。敢！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，就在这儿给我收拾烂摊子。烂摊子就交给你吧。走。哎，宇哥，车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来吧，不好意思，请让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位小姐真的是你的女朋友吗？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呢？回答一下吧，请回答一下。请回答一下吧。答一下吧，小姐，方便回答我你们俩是在一起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只是同学。昨天只是同学聚会，请你们不要妄议揣测，更不要再来骚扰她了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大家请让一下，不要妨碍我们正常工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配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程明最近联系你了吗？没联系啊。女大不中留。你要是想他了，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嘛。他去清北那事儿啊，那已经不可能了，木已成舟，你还闹什么心啊？现在好了，女儿离咱们家近了，她最爱吃我做的菜了，她想吃啊，可以随时回来。吃，瞧你把她给惯的啊！明明可以上清北，非得上什么艺校，学什么音乐剧。学音乐剧有什么用啊？怎么没用啊？人家大明星右之琪不也是学音乐剧吗？咱闺女能跟右之琪比吗？人家那叫顶流明星，上学那叫镀金，学什么专业不重要，脑子想什么呢？哎，说到右之琪，这新闻来了，我给你看看你家闺女的大明星同学跟谁的恋情曝光了。来，吃瓜。哎呀妈呀！我告诉你，这咋吃瓜还吃到自己家了？啊！昨天只是同学聚会，请你们不要妄议揣测，更不要再来骚扰她了，谢谢。右之琪昨晚被拍到半夜晚宴为所衣袖，连续几人在为家回忆，在学校现在已经到达记者会后。天哪，围了那么多记者，学校都进不去，可太丢脸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都已经取过一次丢脸了，现在也很适合再去一次。这些记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啊？这些记者啊，只要是抓到有关绯闻的料，就像猫见了耗子一样，才不会那么轻易走。喂，魏峰学长。喂，程明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我现在跟右之琪在一起，学校门口围了好多记者，我们被困在车里了。这样，你跟右之琪先来我店里一趟，我们商量一下这事儿该怎么办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了。魏峰学长说让我们先去他店里，现在这件事情完全闹大了，
今天刀老师的课肯定上不了了。卫风店里。Kitty， 把这些消息都放出去。另外，把天空影视总裁原配堵在酒店这条消息也报出去。现在就放吗？会不会太爆了？要的就是爆啊！咱家柚之奇可是顶流，你放个3、4线小艺人的料有什么效果？要放就放大的。你先把消息放出去，天空那边咱再帮他报别人。反正这个圈就是一锅粥，转来转去，谁也吃不了亏，谁也占不了便宜。吃瓜群众喜欢热闹，咱就给他热闹。报上一天，谁的料就都不是事儿了。他们吃瓜也吃麻木。去吧。好的，悠悠姐，我马上就去办。你们两个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？记者已经把学校门口都包围了。都怪我。你先不要着急给自己定罪，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。怎么跟我没关系？我说了没关系就是没关系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先冷静一下。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李教授解释过了，而且我也告诉他，你们两个现在就在我这儿，他一会儿会派车接你们两个回学校。李教授，喂，李教授，好。柚之奇，你经纪人去学校了。哎，还有程明，你妈也去学校了。我妈。今天请双方监护人过来，是因为2位同学昨天夜不归宿这件事。由于柚之奇特殊的身份，导致事件持续发酵，社会舆论指向学校管理不善，致使声誉受损，所以校方决定严肃处理此事，追究责任。这可能被牵扯到2名同学勒令退学。请等一下，有件事儿我必须得说清楚啊！如果说要退学呢，我是没有异议的，但是我不能让我们家程明因为名誉受损而退学，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。妈，你不要说话。我自己的孩子我是最清楚的，程明绝对不是网上说的那种人。本来我就不打算让他在这里继续读下去，现在你们学校在管理上出现了这么大的漏洞，让我们家程明蒙受那么大委屈。等你们学校还他一个清白之后，我主动给他退学。妈，我不想退学。阿姨，这不是程明。我同意这位母亲的说法，我们也不介意让柚之奇退学。你们学校管理确实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学生被八卦媒体盯梢，胡乱报道已经对我的艺人产生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。我希望贵校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添什么乱啊？好，双方都讲完了，那现在我来说说我的看法。这件事的起因在于2个孩子对事情的处理不周。我和双方家长一样，也相信2个孩子是无辜的，但是遵守校纪校规是一个学生最基本的责任。他们作为星宇的学生，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当然，我作为系主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争取减轻对2个孩子的处分。但事件发酵的结果已经对学校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我目前也不能保证处分的结果。李教授，我们真的没做什么。李教授，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，如果非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话，我来承担吧。我走，让程明留下。李教授，这件事情我也有错，我也应该承担责任，不能让柚之奇一个人承担。李教授，这件事情从始至终跟程明没有一点关系。希望我离开学校之后，学校能还给程明一个交代。刘志奇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考虑得非常清楚。既然这样，我会向校方摆明事实，重新考量对程明的处分。谢谢李教授。哟，这下子因祸得福了。哎，柚
志奇，你等等我。哎，尤姐。哎，李教授，我们家程明还能退学吗？妈，妈，我们真的没有。你是我女儿，我当然知道你是冤枉的。我现在生气的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是从新闻上知道的。你知不知道这事有多严重啊？我怕你担心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觉醒来就这样了。你是一个学生，做事得有分寸。要不是因为你喝醉了，这事能闹这么大吗？人又知其也不至于闹到退学这么严重。还有，你是一个女生，女孩子的清誉得多重要啊！行了，就找一个教训吧，以后得知道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我觉得这错误我不能让右之奇一个人承担。他就得承担啊，他得为他的行为负责任。程明，当初你选择星宇是追求你的梦想，我是不同意的，因为你有着更好的出路。但是我让你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你把你的精力、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，咱们用成绩来证明一下你的选择是对的，我们对你的信任也是对的，明白吗？行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想想该怎么做。我先走了。爸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拍？好不容易找到的，程明还没有来，就顺便拍拍呗。拍照选在天台上，你真行。大艺术家嘛，理解一下。哎，他们来了。谁选的地方啊？跑天台上面来？大艺术家找的地儿。哎，陈明，昨天晚上你跟右之熙到底怎么了？全网都传开了。是啊，程明，这昨天晚上的信息量有点大呀。哎，右之奇要退学了。什么？右之熙要退学了？陈明，你到底对右之熙干了些什么呀？程明，这事儿不会是真的吧？真什么真啊？我们昨天晚上大家一起喝酒，喝到那么晚，谁知道会有查寝这一波？再加上娱乐记者这么一闹，学校肯定要杀鸡儆猴。哎，于记说了什么呢？现在学校外面全部都是娱乐记者在等着呢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他了。这当然是你的错了。他要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不能因为他长两胖。别说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我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给他解决问题的吗？是啊，该说不说，和右之奇一个寝室这么久了，确实是不忍心看他这么离开了。那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一下呢？或者说，咱们谁的家长给学校说说话，咱们……你们都没有办法。你怎么说？我也没有。好，停。亚婷同学，你刚刚的演唱还不够投入，这一段情绪是你在怀念你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多么悲伤，多么难过。你现在演唱的好像不关你的事儿。好，你回去。陈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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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你呢。你上来。上次布置的作业已经完成了吗？好。
请进。哦，魏峰，教授，我有件事想麻烦你。来坐。有知棋的事。是教授，我想恳请您向学校求情，帮他保留学籍，给他一次机会。说是你的想法。右之奇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，他不应该就这样离开学校。对右之奇的决定，我也很意外。他年少成名，性格傲慢，如果经过这件事，让他学会如何担当，逐渐成长，对他来说，这未必是件坏事。只有将学校损失的声誉弥补回来，才能解开这个局面。按照学校惯例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进行公益活动的对口帮扶，今年也不会例外。如果让右之奇参与进来，是不是就能挽回学校的声誉？可以试试。谢谢教授。我告诉你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只是同学。昨天只是同学聚会，请你们不要妄议揣测，更不要再来骚扰她了，谢谢。这件事情从始至终跟程明没有一点关系。我希望我离开之后，学校能还给她一个交代。别太难过了，这是他自己做的决定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他就不会退学了。程明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你就不要太自责了。右之奇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也是不想让你为难。我知道，可是这件事情明明我也有错，为什么只要他一个人承担啊？魏峰，我想让他回来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或许能让他回来。啊？福利院活动？是教小孩吗？咱们学校每一年都会组织福利院的助演公益活动。太阳岛福利院一直是咱们学校的对口帮扶，以右之奇的影响力，他如果参加的话，一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而且他退学的这件事情是自己提出来的，咱们学校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，所以只要咱们努力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挽回的。对，我觉得魏峰这个提议特别好，所以今天把你们找来，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吧。太好，我也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。行啊，那就这么定了呗。那大家赶紧准备起来，只要右之奇能够回来，怎么都行。我可以准备零食。那我准备礼物跟学习用品。我可以带着相机去给小朋友们拍照。哦，对，右之奇这个家伙，这次也应该归队了吧？艾米说有急事儿，一会儿过来。法力又被妈妈叫走，我们搞公益怎么那么难？反正张一勇去找方雅丽了，至于艾米能不能来，就看他自己喽。哎，右之奇呢？他什么时候到啊？右之奇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他肯定会来的，所以我们就先别等他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吧。那我先去吧。走。走。哎，怎么没人啊？进去看看吧。好，走吧。哇，好多玩具啊！对啊，好可爱啊！哎，你看这好多照片。谁在弹钢琴啊？去看看。
哎，老孙来也！嘿，耶，你敢打我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等你们那么久。好久不见啊，程明。你还好吗？好，好的不得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回来的。哎，妖怪，妖怪！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小孩怎么跟个小喇叭似的？还挺好玩的。哎，这怎么就这一个小朋友啊？其他的小朋友呢？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。所以你是为了哄他开心，专门弹琴给他听？才不是呢，我是等你们无聊我才去弹的。贾小宝。哦，你们是星宇的学生吧？我是太阳岛福利院的老师啊。老师好。哎，老师好。真的很感谢你们，每个学期都会有同学过来帮我们。今天也麻烦你们陪我们小朋友玩了。没事儿。那这里其他的小孩子呢？他们还在午睡，我一会儿就把他们带过来。贾小宝，你下次不许再逃午休了，知道吗？看你把老师的眼睛画成什么样了！你们稍等，我去把孩子们带过来。好。这里的老师跟小孩都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都那么大嗓门啊？吓我一跳。哎，我们刚刚买的零食够吧？这么多肯定够啊。哎，我们到了，走吧。张一勇，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哎呦，谢什么呀？应该的。我第一次瞒着我妈去做其他事情，我妈从小就喜欢管着我。其实仔细想想，阿姨也都是为了你好。可是我不喜欢她这样。我理解，家长都是容易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强加给我，但其实这也许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。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，我们会离开家，我们要自己去做选择，所以得靠自己去决定未来到底要走怎样的路。那个大家都在等着我们，要不我们先进去？好。Hello， 芳芳，嗨 ，Hello， 嗨，艾米。哎呀，你好可爱啊！公主姐姐，你好美丽呀！公主姐姐，你的裙子也好美丽，发卡也很好看，像个公主一样。我听老师说，公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、最善良的人。公主姐姐，我长大了也想变成那样。你也很漂亮啊，来，给你戴上。谢谢你也有，给你戴上。小宝，想不想吃点好吃的呀？小宝，姐姐在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理姐姐啊？啊？这样吧，哥哥给你弹钢琴，好吧？这首歌呢，也是哥哥要送给一个人的。
卸下的防备，为你着迷在梦境，忘记呼吸，是你的美丽。I love you, so love you, I need you， 为你执着向前走，不回头，那防备一直在身后。曾对你执着的念头，转头眼眸，最后是我义无反顾的理由。It's okay。曾偷偷抚摸你衣袖，思绪游走，对你的爱已经无法掩盖，爱依然享受 my heart。怎么样，哥哥唱好听吗？怎么样，哥哥唱的好不好听？小宝，其实啊，这里的每一位哥哥姐姐都非常厉害。什么？你说小宝他有听障？是的，去年他刚到福利院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了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后来送他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孩子双耳听力达到90分贝以上，是属于极重度听损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医生说孩子的耳蜗发育和听神经发育没有问题，听力受损是后天所致。其实小宝非常喜欢音乐，每次音乐课他都很努力的去听，还主动提出过想学唱歌，但因为这个条件所限制，他没有办法学习音乐。你玩，老师有。好。那像小宝这种情况，是不是需要佩戴助听器啊？听力太差，戴助听器没有效果。那人工耳蜗呢？医生说人工耳蜗植入的最佳年龄是12个月到5岁，可我们福利院的条件有限，没有足够的经费，所以耽搁了他。孩子这么喜欢音乐，却让他生活在几乎没有声音的世界里。小心哦。谢谢。哦，太好吃了。小心一点啊！来，给你。瑞凤，啊？我每次看到这些福利院的孤儿们从小就没有父母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，特别心疼。我懂，因为我小的时候，父母经常不在家，然后都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他们买了很多的玩偶来陪伴我。我童年大部分时光都是跟那些玩偶一起度过的。所以，这才是你开潮玩店的真正的原因。嗯。人们常说，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，而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。这话说的是真挺有道理的。不过你看起来这么积极乐观，你应该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吧？看起来的乐观不一定是真正的乐观，这也许就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保护壳吧，它能让我看起来更加坚强。艾米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想听吗？嗯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我爸爸。啊？所以其实我这次回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我想找找我爸爸，我想见见他。那你找到了吗？哦，对，我只有这一张照片是我父母的合照，还缺了一半，刚好没有我爸的脸。但是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有点眼熟。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我一时有点想不起来。这样吧，艾米，你等我回去想想，
等我想到了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看到这些孩子们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过得挺幸福的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如果真的能帮到他们就好了。哎，阿米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不太开心呢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没有，哪有不开心啊？程明、右之奇呢？哎，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？你俩咋才来呢？想偷懒啊？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宣布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这是什么呀？人工耳蜗。对，老师说贾小宝有听障，所以我决定帮助他。哦，怪不得他老是说话声音那么大呢。刚才我们向老师了解了情况，右之奇呢想要为小宝定制一个人工耳蜗，而且我们决定资助这间福利院的孩子们，他们呢都是被父母遗弃的，在这儿最多能保证他们的吃住。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像外面的孩子一样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也可以有自己的梦想。算我一个，虽然我也没有豪横到可以给他们买一个人工耳蜗，但是我觉得定期捐款还是可以的吧。这事呢也算我一个，像我这么人美心善的人，必须的。也算我们一个。那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要资助福利院的孩子们了，那我们就用心去做吧。好，虽然我们力量薄弱，但是我相信只要用心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那太好了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帮助这些孩子吧。我要替贾小宝谢谢你，右之奇。等他的人工耳蜗收到后，就能跟别的孩子一样了。他是一个好孩子，虽然有听障，但是我相信他的未来一定是好的。他们也一样，他们的梦想都非常珍贵，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帮助他们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一定会用好这笔钱，帮太阳岛的孩子们去实现他们的梦想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还会召集更多的人来关注像小宝这种群体的孩子。这是送给我的，谢谢小宝。一家三口哎，可以啊，3个人都懂都懂，不多说。哎，曲淑月，你发卡呢？当然是送给真正的小公主啦。哎，今天那些小孩都好可爱，好想抱一个回家。我也想抱一个。抱小孩这也太过分了吧？他们也只是孩子，你要是真想抱的话，抱我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好开心哦！哎，我说学长啊，学长，今天在福利院活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，所以右之奇应该没什么事了吧？所以我今天回去要抓紧时间把今天活动的情况汇报给学校。哎，这有6辆自行车，我们有8个人，你们要谁着急可以先骑回去，反正离得近，我可以走回去。我跟你一起走。哦，那走吧，大家。杨丽，你骑哪辆？走，我骑这辆吧。行，我骑你旁边。走。哦，魏凤，这次这件事情谢谢你了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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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了。你干嘛不骑车走啊？天都黑了，我怎么回去啊？而且你在，至少还可以多个手电筒啊。那你现在是要怎样？要不然你陪我走一段吧。好吧。没想到你们家附近还有这么繁华的小吃街，你也太幸福了吧！幸福什么呀？你也不用你的脑袋想一想，我怎么可能会来这种地方？哦，对哦，你是明星。哎，我没想到这个，我只是把你当什么？那我问你个问题，说。我们
算朋友吗？我们不仅仅是朋友。那还是什么？你还是我的粉丝。哎呀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活动还是挺感谢你的。哎呦，你都会说谢谢啦？可以，算你有良心。你就那么想我回去啊？我也没有特别想。想让我回去可以，不过你得先跟我回家。啊？啊什么啊？你一路上吃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一点没吃。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是吃的有点多，但谁让你自己不吃呢？再说了，我坚决不可能跟你回家。你上次的流氓行为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上次的衣服是阿姨帮你换的。真的？我右之奇怎么可能趁人之危呢？那好吧，我就勉强相信你。那你可以让阿姨做给你吃啊。阿姨刚刚给我发消息说她出去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你帮我做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别走啊！你还要多久啊？我好饿呀！你要是再不给我吃的话，就把你给吃掉了。快一点！来了，别催我！来！我快，差不多了。虽然卖相不怎么好，但是我有我爸的独门秘方，所以绝对好吃。你能把面煮得这么丑，也真是为难你喽。闭嘴吧你！有的吃就不错了。还记得上次吃面的时候，还是当练习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太苦。还有一回，我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被坏人关在黑屋子里面，什么都没得吃，最想吃的就是方便面了。被坏人关在黑屋子里，什么情况？我是富家公子嘛，没办法啦。那你也吃了很多苦吧？都过去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儿？那算了，没事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。你一直盯着我的面看干嘛？你是不是也想吃？谁想吃你的面？我是在想，这次你回学校的事儿应该没问题了吧？放心吧，事在人为嘛。你的面哪里来的？就是在你那个柜子里的缝隙里找到的。柜子里？我怎么知道柜子里有方便面啊？就是这个呀。尤志奇，这个面好像过期了。整容脸、假名牌、拼出来的酒店和网红蛋糕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就这么一组拼出来的照片，一夜之间能涨2万粉。哪像我这张纯天然的颜，能甩他们18条街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我是不是最美的？是，你是最美的。那可不。不行，
我得拍一组照片，一定要把这些肤浅的网红比下去。雅丽，待会儿咱俩去琴房练声吧。练声可以，但我不会钢琴伴奏啊。我一会儿还要去舞蹈教室练功呢。你们一会儿要去琴房吗？哎，曲如月，你会不会弹钢琴伴奏啊？我只会简单的，难的我不太会。哎，你们可以去找魏峰学长，他去年代表学校参加大学生音乐节，表演的就是钢琴，还上过校网呢。对哦，魏峰学长会弹钢琴。你们也太不了解魏峰学长了吧？他可是校园的一介传说呢。可是他那么忙，哎呀，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他。你可以去叫艾米麻烦他，对吧？他贼愿意。哎，有道理。打个电话。好。用什么用？幼儿期又作妖了？没事，只要他能继续待在公司走行程，小事随他。佑哥，他又回学校继续上学了。你说什么？说是学校取消了对他的处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去参加了什么公益帮扶，然后就取消了他和……不行，我要去趟学校。又。还不来？想必你就是星宇千颂伊吧？你不会是星宇黑泽明吧？啊，谁说不是呢？我早该料到网上不靠谱，但没想到那么不靠谱，居然遇到了你这个家伙。我也没有想到千颂伊是你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在外面找我这样的得是2、3倍的价格。那就先试试看吧。如果说你拍的不让满意，我可是一分钱都不会付的。你真打算在这儿拍？这卡秃了皮的草坪上？现在天光不太好，风也挺大，再加上你的实力，不太行。那算了吧。哎，你别跑，你别跑啊！我突然想起来，琴房正好有一架大3角钢琴，比较符合我高贵的气质。走，我们去蹭个琴房去。走。那天上完课以后，我们班好多孩子都跟我说，他们知道了自己长大以后想做什么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们这些音乐剧班的孩子们啊，真的是太好了，特别好。尤其是幼之琪同学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居然会隐藏他自己的身份，到我们这个小小福利院上课。这群闪闪发光的孩子们呀，日后他们一定会成为贵校和社会的艺术栋梁的。哎，老师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锦旗，送给你们。哎呦，谢谢。是我该谢谢你们呀。哎，感谢，谢谢。刘知琪，怎么是你？你回来了！我刚刚还以为是魏峰。魏峰？今天约了一起练声乐。你与魏峰
音乐剧系那么多会弹钢琴，你约一个播音系的，你练什么声乐？不是，我不是担心我期末成绩吗？今天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说我唱的感觉都不对。所以，你跟魏峰去找感觉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不是，是我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你吧。啊什么啊？我可是右之奇，全天下你知道有多少女生想跟我一起练声乐吗？你在这边啊？程明，学长，右之奇，你回来了，恭喜重返校园啊！学长，他的处分取消了。啊，这次多亏了李双白教授的力挺，公益活动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，所以学校决定撤销对右之奇的处分。真的，太好了！喂，我的事情你不问我，你问他干嘛？怎么了？我看看，压哪只手了？哎呀，头，没事了。你别带我看，应该没事，就是小的压伤。小压伤？你不知道十指连心吗？哎呀，我都痛成这样了，完了，感觉压成我的髓性骨折。那要不你去医务室看看？我自己一个人去啊？啊，你知道这里离医务室有多远吗？我要是在路上又磕着碰着怎么办？而且我是自带热搜体，万一又被别人拍到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。那你想怎么样嘛？当然是你陪我去了。哟，你们在呢？艾米，哎，右之奇，程明，你不是约了我跟魏峰来练声吗？怎么右之奇也在？我不知道。你手怎么了？哦，对。啊，行了，程明，你先带右之奇去医务室，我们在这儿等你们回来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啊？艾米，哎，没事，不着急回来啊，我跟魏峰还有事要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好，喝口水吧。你不去和魏峰他们练琴吗？你这里不是更需要我吗？我还可以帮你压压脚背什么的。那你的 CP 叮咚咚呢？你俩天天在一起像连体婴一样。谁和他 CP 了？谁和他连体婴了？我们俩长得像一个妈生的吗？我比他帅多了好吗？那个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干嘛？我看你练的也差不多了，你把衣服换好，我带你去天台呗。天台？啊？去天台干嘛？哎呀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小心管道！你带我来这干嘛？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先跟我走。你到底带我来这干嘛？哎呀，准备给你看点好东西。什么嘛？噔噔噔噔！怎么一书包吃的？这些都是我特意帮你挑的，低卡的零食。我不吃，再吃真的就成胖天鹅了。怎么会呢？这些啊都是高蛋白低热量的，就算你成为胖天鹅，我再陪你练回来，好不好？你先坐，坐。你看，这不光有鸡胸肉，还有牛肉棒，另外一个口味的鸡胸肉。哎，这个鸡肉小方可好吃了，我拆开你尝尝。你给我张纸，我一会儿吐。亚丽，我觉得你不必这么严格要求自己，这样对你的胃还有身体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的。我是易胖体质，再不控制一点，上台就真的胖了。没事，就算你真的胖了，我再陪你练回来呗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这样以后咱们俩一起去吃好吃的，然后一起练回来，我陪你。
好吃吗？嗯。我看还有什么好吃的。你说你有急事找我，就在这听我弹琴，你不练声了？我本来就不是来练声的呀。再说了，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微风，你知道吗？你笑起来的时候真好看，特别是你坐在钢琴前面笑的时候，笑起来更好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呀，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是真的有事找你。我们学校任职最长时间的老师是谁啊？最久？哦，就是那种超过30年的那种。据我所知，应该是李双白教授。李双白？阿明。哦，对，你说你记得这个地方？白石桥。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绿湖公园。一听就是个很有故事的地方，我们去看看，走。哎，行，下回注意点，有什么事叫我。谢谢医生。那你在这歇着吧，我去练声乐了。哎呀，疼！怎么了？手疼，手疼？胳膊也疼，胳膊疼？那我去叫医生。快！哎，慢点。腿疼，腿疼。快把我扶上去！好，快！帮我，这儿吗？上面点，再上面一点。这儿？再上面一点。这儿？再上面。手疼。你自己待着吧。我去练声乐了。这个世界上难道只有魏峰可以帮你练钢琴吗？那你帮我啊？我不是愿意帮你，是我愿意帮我的粉丝。我是一个有责任的人，我粉丝遇到困难，我当然是义不容辞。可是今天学校的琴房好像都已经预约满了。哼，你对你爱豆的能力真的是一无所知。这就是他们两个当年约会的地方啊！天哪！哎，魏峰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住在这儿附近，然后我爸妈经常不在家，所以我就到处闲逛，经常来这儿。哦。但是后来我发现来这里玩的小朋友都有父母的陪伴，所以慢慢的我也就不再来了。那这个公园跟你小的时候变化大吗？看现在的样子，其实跟当年变化不是很大。魏峰，如果你还喜欢这个公园，以后还想来逛逛的话，可以叫我来，我陪你一起。毕竟这个公园也是承载着我们的苦难历史，我们也算是难兄难弟了。好，可以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还是谢谢你带我来这里。虽然吧，还是没有什么头绪，但是也算找到了一点线索。哎！
尤志奇，你带我来你公司录音棚干嘛？你不是说要练声乐吗？全世界最好的音乐老师就在这儿，我用最专业的设备帮你练声乐，怎么样？走。尤之奇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这姑娘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带着她呀？怎么在哪儿都能见到你啊？手怎么了？这叫行为艺术。你幼稚不幼稚啊？别跟我扯别的话题。你为什么又带着这女孩？之前出那么大绯闻，你不长记性啊？我只是带她用一下录音棚。行，你要是这么喜欢带这姑娘呢，要不然我把她签了，你们做师兄妹，省得被狗仔拍了又闹绯闻。哎，别，怎么了？因为她唱歌很难听，而且长相又普通，就算你签了她，也是亏啊。行吧。哎，说正经事儿，你晚上把广告拍了吧？哦，对，什么广告？就是那个离岛的焕能饮料广告。我看看，怎么又有广告？本来就定着你拍，你跟我说你要上学，就换了金岛的人。既然你回来了，就把他的人换下去，你拍。又是那个导演，脾气那么暴，我才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行。小梁，一会儿把那录音棚的门锁上，不要让他们用啊！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等等，我去。门没锁，成名人呢？哎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快给我拍！这架三角钢琴才符合我的贵气。电动刀，快给我拍！摆好看一点吧。怎么不好看？这样呢？哎呀，我妆花了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补个妆，马上就回来，等着我，别走。这张还不错啊。宿舍不见人，操场也不在啊，可以啊你，跑这儿拍小姑娘来了。那你又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嘿，看你这话说的，这里和方雅丽的舞蹈教室同层，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？你怎么还在追她？你都追了快1整年了都。那你呢？这都1整年了，怎么突然对趋势院上心了？你可别瞎说。我刚才可都亲眼看到了，人趋势院刚刚走出去，某个人啊就抱着人家照片在这儿看，眼珠子都要掉进去了。那是我是接了他写真集的单，他是我的客户。对，是吗？对啊。哎呀，那么问题又来了，那么多摄影师他都不找，他偏偏找你这样的。哎，这不排除趋势院他对你有意思，精心安排哦。好像也对啊。啊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他专门挑我这样的，我这样怎么？我这样差在哪儿？你看这台机器可是最新的，摄影大师级配置。哎，然后呢？我是省吃俭用买了这台机器，我不得拍照片赚生活费吗？我看看。这该说不说，确实比之前的小破烂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一看到它，我就深深的被它迷恋住了啊！你看，优雅、神秘，这简直就是我梦中所求嘛！看你那样，果然还是我太迷人，随便哪个男生都能对我无法自拔。
尤之琪，毕竟是我们换了导演的人，你今天收敛一点。嗯，我去看一眼导演。喂，那个人看见没有？还真挺帅的。他是导演助理，你等等就去问他，我们几点钟收工？我快去啊！哎，这种事情还不是小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柚之琪今天拍摄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真是大牌哈，还没开始拍呢，就问什么时候结束了。就是啊，要想你们家哥哥早点拍完，就别站在这挡道，走一边去。站住！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佑哥，我没说什么呀。给我的人道歉。对不起。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道歉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没事。对不起。柚之琪，我刚离开一会儿，你又给我惹事儿。你们家演员脾气挺大的。哼。哎，导演。喂。从现在开始，人际关系距离1.2米。是要我退到1.2米以后？以内。你呀，就是你长得一副好欺负的样子，在我的地盘，我保护你。哎，那个镜头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又要换了？现在好不代表以后会好吗？未雨绸缪嘛。再说了，那摄影师怎么会嫌镜头多呢？对不对？行，可以，但我要提前跟你说好，用你自己的钱筹谋去，别找我。我肯定会自己攒钱的，不过那我之后的饭钱就……喂，李双白教授是吧？我要退学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滚！少过来这套啊，不管用。呸！无情哈拉索。出事了。干嘛？你又想坑我什么？齐诗颖好像迷上我了。啊？来，苹果酱啊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放这儿吧。导演都安排好了，您看看这行不行？行，哎，好。慢点啊。岳老师，你的饮料。灯光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哎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啊。来预备，开始。幻灯饮料，有梦想，无所不能。他状态不太好啊，我们再来一条吧。哎，好嘞，导演，来再来一条，快！好。岳老师，我给您倒一点。来，现场准备开机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幻灯饮料。看，怎么回事？行，来，再来一遍。
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幻灯饮料。咔！刘哥，怎么回事啊？能不能拍啊？能拍。再来遍，快点！不加水了，快再来一遍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刘哥，咔！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导演，柚之琪现在身体不好，暂停拍摄吧，我们需要休息一下。这个不行，他休息了，我现场怎么办？当初是你们换了我的演员，现在你们又不拍了，你这是把我们所有人都晾在这儿吗？对不起啊，导演，但你说柚之琪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怎么拍也拍不完呀。我现场这么多工作人员都在这儿，你现在想不拍就不拍了？你们说不舒服就不舒服了？刚才明明什么问题都没有，现在怎么就拍不了了？导演，我们也不想这样，要不然等柚之琪身体舒服了，我们回来随时补拍，你看行吗？补拍，这是你们的工作，你现在拿补拍来打发我？哎呀，不是导演，您消气，别生气，咱也歇一会儿是吧？悠悠姐，刚才柚之琪就是喝完这个饮料之后肚子疼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饮料有关系。陈明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之前柚之琪还好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喝了这个饮料的问题。到底是柚之琪有问题，还是饮料有问题？我们送去检验就知道了。小姑娘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饮料有问题，我刚刚现场这么多人都喝了，你现在要对你说的话有法律责任的，你明白吗？好，如果饮料没问题，我负责任；如果饮料有问题，你们必须给柚之琪一个交代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送检。如果我查出饮料有问题，你们就等着收传票。悠悠姐，我们这个饮料啊，开的时间一长了，谁也保不齐会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掉进去，是不是？咱们大家一起做事，那就是缘分。咱们有什么事儿都好好商量，什么传票不传票的，这话说出去多伤咱和气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刚才啊是我态度不好，你别介意。佑哥身体不舒服，就先回去休息，等什么时候身体好了呢，再过来拍。你们还愣干什么呢？去，送悠悠姐回去休息。悠悠姐，这水啊喝过了，我一会儿呢让人搬几箱新的放您车上。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别和他们一般见识，这水啊就交给我吧。不用了，这饮料我就留下来给艺人当个纪念吧，就算是给一些人敲个警钟。我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什么小动作，否则我绝不善罢甘休。我先带我艺人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喝坏身体的赔偿，还有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，我会让我助理给你详细对清楚的。这事儿您放心，悠悠姐，我一定把这事儿算清楚。医生，他严重吗？需不需要去医院？你也知道我们柚之琪什么身份，这最近活动骤减，老去医院很容易被造谣的。没事儿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这里面啊被下了些药，过2天就好了。谢谢医生啊。没事儿，我走了。小刘，送一下医生。好。别让狗仔拍了。走。柚之琪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让他们给你交代的。作为补偿，给你们俩用那个大点录音棚吧。喂，金律师，帮我给阳光广告发律师函，我让他们赔底裤都不上。你还好吧？还行吧，就是感觉身体空空的。从来没有这么顺畅过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这样吗？哎，对了，现在几点了？我看一下啊，8点半。8点半啊？那么晚了？走，去录音室。你行吗？就这样吧。走。
哎，别紧张，我会把你唱的录下来，用音频做对比，这样子你会更清楚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唱什么呀？唱你最拿手的，比如说你星语一考时唱的那首歌。好，那你把音频发给我。哦，发给你了。进去吧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开始喽。我觉得比平常吃的多了一点点。你不可以不要啊！你从来都不会去信任别人，也从来不会去珍惜别人对你的信任。吃掉了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！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。我们算朋友吗？我们不仅仅是朋友。那还是什么？哦，你脸怎么那么红啊？你是不是在思春呢？怎么可能？没有人亲我。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？我听到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怎么可能？没有人亲我。”那就说明有人亲他。啊，不是。说谁干的？从谁招来？啊，真没有。芳芳，帮我说句话。啊？哎呀，芳芳，帮我说句话，快！这我可就帮不了你喽。芳芳，你跟他俩学坏了。不会是柚之奇吧？那肯定就是柚之奇喽。那是柚之奇吧？啊，不对，那个，魏峰，他下午那个辩论赛，你们去不去？这是我的电脑，大姐，我知道他今天辩论赛。你这话题转的可真够硬的。那你去不去嘛？魏峰的辩论赛我肯定要去的呀。播音系的活动每年都有，但是我只看限量的东西。今天下午2点半，我将看一场洗涤灵魂、净化心灵、重塑人格的好电影。哎，像我这种高端的艺术修养，你们是这辈子都追不上。哇塞，你好高端哦！芳芳，你去不去？我就不去了，我一会儿还要去练舞。帮我和魏峰说句加油。好，那艾米，咱俩去。我就一个箱子，你非要跟过来。想当初我开学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拎8个箱子。哥，你是我哥。佑哥，你不会以后就光想着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了吧？你看，自从你上学以来，你的活动减少了得1半有多。照这样下去的话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怎么，怕我不给你发工资啊？
如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可是有志奇。如哥，这几天你没在，我和优姐出去工作的时候，发现现在这些小鲜肉跟韭菜似的，一茬一茬的，旧的还没割完呢，新的一茬就唰的冒出来了，这简直了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说我要过气了呗？不是，优哥，我不是这意思，错了，哥。马上到时间了，快走吧。今天可是魏峰学长的总决赛，我可要占个好位置。什么情况？哎，这拿着鲜花的姑娘有点像纯明啊。你把我这些东西送回去。啊。哎，优哥，你要多多营业啊，粉丝们都等着你呢。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来了？这给谁的花？你管我？这给谁的花？这是我给魏峰学长买的花。艾米，魏峰？是不是还可以？我特意去挑的。这花好看吧？这花真好看。艾米，咱们你干嘛呀？我们要去看辩论赛。什么辩论赛？今天可是播音系辩论赛的巅峰对决。正方听说有个超级厉害的学姐叫柳文瑞，反方是魏峰他们。虽然是4对4，但是其实就是看他们2个人在那神仙打架。而且辩论题目特别有意思，叫做爱情当中有没有君子协定？爱情当中有没有君子协定？什么鬼题目？像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偶像是不会懂爱情。我不懂，你问他，我懂不懂？问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怎么那么快就忘记了？什么忘记了？我根本什么都不记得。你不记得？我记得。刚刚有个人在宿舍思春来着。艾米。爱情是2个独立的个体相互了解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所有的程序都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。我们不能以爱的名义去侵犯对方的空间，这就是爱情当中的君子协定。那根据对方辩友的观点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爱情就是相爱的双方必须要严格遵守程序，并且在得到对方肯定答复之后，才能够继续相爱？否则就是侵犯到对方的空间，是这样吗？好的爱情是尊重，而不是冒犯。君子协定就是保证双方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上相爱相处。你听听，在经过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而进行。我可以喜欢你吗？可以。我可以吻你吗？可以。这就是君子协定。对方辩友定义的爱情君子协定，在我看来更像是怎么回事？合作。你为对方鼓掌？你要坚持自己的立场。你是来支持谁的？爱情是相爱的2个人，因为心生好感而走到一起，彼此依赖，互相扶持。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绝不是什么常识化的步骤和提防。对方辩友，我方并不认为这种询问是合作式的相处，我们认为这才是爱情中2个人相处之间的开端和礼仪。如果对方问我可以喜欢你吗？我觉得这就是美好生活的开始。爱情开始一个眼神，好好听一个动作，一个细节，而不是我要不要跟你换一下位置啊？也不是等到开始了，我陪你到山顶上看星星。我们情到浓时，你闭上眼睛了，我还要傻等一句我可以吻你吗这种傻话。爱情是你情我愿，顺其自然。我想这才是爱情的意义。对方辩手一直在混淆我方。你觉得呢？我方认为，在爱情里，应当尊重双方的意愿，而不是以爱之名去侵占对方的空间，没等对方同意就做出对方不愿意的事情。听到没有？好好听一听。止乎于理，
爱是不需要协定就存在的美好情愫。如果连爱情都需要协议的话，那还是爱情吗？那是交易。那是交易。嘘。爱情是发乎于情，止乎于理。听到没有？那也就是说，对方是认同爱情是有理、你真有意思。有度的观点。我们是来支持他的，不是支持正方的。也就是啊，这边说的很对啊。爱情的名义去绑架对方，不做任何勉强对方的事情，会因为自己的快乐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。陈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久了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就住这儿啊。你去上班吗？哦，对啊，那我要去上班了。我送你上班。这位看客，请你注意一下素质，谢谢。可是你不是要拜访客户吗？哦，我刚给我朋友打电话，他没时间。走吧，谢谢。走。来，这边。哎呦！不好意思，太累了，我昨天晚上太累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小的时候就见过飞碟了，就是世人所说的那个幽浮无印飞行物，你懂不懂？哎呀，真好笑！不好意思，我真的累呀。而且呢，我还跟喜马拉雅山的……你有病吧你！你才有病呢！我忍你很久。是我忍你很久了，好不好？我忍你很久。你能好好看电影吗，哥们儿，你找他。不是，你能好好看电影吗？你问他。我……哎，行了，坐下吧，看电影吧啊。还可以啊。终于结束了。微风，艾米，你等等我。哎，艾米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亲爱的魏风学长，恭喜你拿到最佳辩手的称号。魏风学长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魏风学长，你刚刚表现的太棒了。谢谢。也不知道刚刚谁说正方辩手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你干嘛学我说话？哦，你知道是你自己说的，我还以为你忘了呢。没关系，其实我觉得正方说的确实挺有道理的，这本来就是一个有两面性的辩题嘛。哪里有道理啊？谁说了喜欢一个人需要对方的允许啊？对啊，喜欢就是要主动出击。看来你们对这个辩题还是很有兴趣的，意犹未尽啊。有感而发。好了，我们大家也别在这儿聊了，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吧。好，我请你们。是啊，希望下次看电影的时候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有沟通正方的星星。再说一遍，母星星。说你呢，母星星。好了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观众朋友们，感谢大家对我们《爱在深夜时》你在学校里边撒泼就算了，来了这儿你也这样。准备了小游戏，你自己在学校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是因为我让着你。我平时在学校里面不是什么对你服气，是因为我脾气好。2等奖，高级护肤品套装；3等奖，定制情侣装；还有幸运奖蜜源玩偶。那么在场的情侣们，有愿意参加我们活动的吗？应该不会有人吧？走，来快去看，我们去看看。妈，徐志伟，郑基，护肤品，加油，走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小游戏呢，就是格力高游戏。既然我们是情侣游戏，那就要定一个甜蜜的规则。2个人要一起合吃1根格力高，一次只能吃1根。哪一组最快吃完1盒，哪一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1名。好了，大家都把这些格力高拆开，准备好了吗？记得不要亲到嘴。痛伤。比赛开始。那组怎么才开始呢？要加油啦！
这一组已经吃了5、6根了。啊，还有那一组吃的很快了，吃了7、8根了。吃了7、8根了，是不是？我抓了，抓住第一名，看来我们今天的第1名已经产生了，大家加油啊！我们的第2名是谁呢？加油！我们的第2名产生了！1等奖呀，好酷的摄像机啊！我们可以用来记录生活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化妆品了，只要你喜欢就行，我以后一定会变得更美。那你晚上试试看啊。我到底刚才在干什么？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，来吧，我们一起喝一杯。恭喜你，魏峰，你今天的辩论实在是太精彩。对啊，太棒了。谢谢。程明，你怎么站到敌方阵营了？闭嘴。你们俩今天都闹了一天了，发生什么了？没有，哪有什么事啊？赶紧吃吧，这些菜都挺好吃的，快尝尝。哎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快，赶紧吃，快来。来吧，我们再喝一杯。希望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都能像今天一样开心，永远在一起。好，永远在一起。你说的，永远在一起。我是对大家说的。程明，你们2个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好好说一说吧。我们2个能怎么回事啊？我们2个没什么事啊。程明，你知道吗？你一说谎就暴露。你脸上现在就差没有写右之奇和我有关系。不可能，我们俩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俩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我可以说话吗？不能。你说，他嗓子不好。你嗓子不好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好像是有点了。右之奇，你好歹是个顶流，你现在就被他治得死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知不？快吃，快吃！一会儿菜都凉了，一口都没动。快，赶紧吃。未来的永恒或瞬间，把梦想搭建成灯塔，照亮前行方。幼稚气，天籁女生你藏得够深的呀！喂，陈总。让您找那个天籁女生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找到人啊？陈总，你别着急，这次真的有眉目了。这次，你都说了多少次这次了？结果呢？这哪一次不是石沉大海啊？我就奇了怪了，明明是这个女生给你们偷的 demo， 你们怎么就找不到人家呢？哎，我说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呀？没有，陈总，怎么可能？我这次真的能找到人，一定能找到人。好，我就再信你这一次，这次必须给我找着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这次一定能找着人。还有啊，这幼之奇怎么老是想着上课呀？是不是忘了自己艺人的身份了？把这女生找过来以后啊，给他们写首歌，捆绑着炒个 CP， 把这热度给我炒起来。否则啊，还没等天籁女生找到，这顶流就已经糊掉了。你看出来什么了？是不是？你不也看出来了吗？他们2个就像小朋友谈恋爱一样，那么明显，谁看不出来？确实挺像小朋友的，不过他们的状态挺好的，暖暖的。对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暖暖。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你呢？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你是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，还是
从来没谈过恋爱。没有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倒也不是，就是觉得有一点可惜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你现在遇到我了，不是吗？最起码我已经开始让你有一点点的烦恼了，就说明在你心里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在意我了，对不对？魏峰，我一直觉得你的生活还是挺充实的。确实是挺充实的，不过面对这样的人生，有时候觉得有点无趣。为什么？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吗？其实也谈不上喜欢，或者说不喜欢，只是觉得现在的人生少了很多选择。其实我还挺羡慕程明和幼稚琪的。在我眼里，你不是这样的魏峰。在我心里，你是那个在辩论台上面思维清晰、坚定又有担当，在生活当中又温暖又能照顾所有的人。我有那么好吗？你就是最好的。谢谢你。嘿嘿，魏峰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连空气都会变得甜甜的。我想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。柚之琪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我要干嘛？上次的事情你忘了？对，我忘了，不记得了，行了吧？你居然不记得了？那可是我的初吻。那你柚之琪的初吻算初吻，我程明的初吻就不算初吻了。哦，原来你也是初吻啊！你笑什么呀？既然都是初吻，那我们也不能白亲啊！你还想怎样？我觉得呢，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。在川流人海，孤独的歌唱，一定会有人轻轻鼓了掌。在经历深渊，看万物生长，我知道漫长的蛰伏都为明天。无所畏惧，未来和当下。程明，我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完美。我小时候被人贩子关在黑屋里，听到的就是这首歌。程明，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，甚至我连普通人都不如。起初我在公司听到这首 demo， 后来又在新语艺考的时候听到，直到最后一次，你在录音棚唱这首歌，我就确定那个人一定是你。虽然我们的缘分起源于这首歌，但这么久相处下来，我发现我喜欢的人一直是你。程明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你别再说我是幼稚期这样的话。程明，我要你抛开所有，认真的回答我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，你喜欢吗？柚之琪，我继续。
尤之琪，我要不然你先接吧，万一有什么事儿呢？你有什么事非要在这个时候跟我说吗？陈明这是天籁女生的事情，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在瞒我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他找的有多辛苦？我告诉你，不许动他。尤之琪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现在为了一个才认识没多久的女孩竟然这样，你知不知道我找她找的多辛苦？再找不到她，我饭碗都要丢了，我们公司会有多大损失，你不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回去跟你说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可能有点事情要回去处理一下，要不然你先回学校吧。嗯。来说说吧，尤之琪，陈明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就是我要找天籁女生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嘛？你说我找天籁女生，我想干嘛？不管她是不是天籁女生，你都不许动她。尤之琪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往公司投 demo 是为什么？他现在接近你又是为什么？他的最终目的不都是想火吗？你真以为他喜欢你啊？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他才不是这样的人。好，就算他不是，那你现在告诉我，是不是他往公司投的 demo？ 他投 demo 是不是想签给我们公司？我现在就给他这样的机会。他不会签的。这话他说的？不管是不是他说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凭什么呀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不管我是他什么人，我都不会让你签他的。尤之琪，你是不是真喜欢上那姑娘了？那正好，绑在一起炒 CP， 多好的事儿啊！你了解他吗？他的梦想是要做最好的音乐剧演员，而不是流量小花。你不要用你那套惯用的手法用在他身上，你这个资本家！我是资本家。尤之琪，你别忘是谁把你从福利院里领回来的。如果不是我，你现在还在福利院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呢。尤之琪，尤之琪。喂，尤之琪，怎么了？救我！这么晚什么事儿啊？尤之琪，尤之琪，尤之琪，你在哪儿？尤之琪，喂，尤之琪。